加入团队了吗？加入了吗？可以噻。就是去男队，他是得加的。哎，这个起作用了。要洗澡啊？要不要洗澡？当然洗了。家里面自己要洗啊？没带出来啊？没带出来，今天耍一天了。家娃在跳那个中华球市吧？那你站这么近了，看到了？哎，眼睛弄那么近啊？啊，这个我看那个家娃在跳中华球市的吧？我也叫。哎，还有拥挤老师人没来呢？有可能要来哟，就星期天了嘛。没得事他就来呀。这些都是老我。
个是双人单车和乐游。就点几个问题要加点事儿。树那后面是摇摇，那是李丽，后面那个永春儿，后面那个是你要想不起来了，那是许绍咋起来么？
差不多14岁，最小的一个，比邓正还小。就是穿黑 T 恤衫的那个，加瓦后面那个就是大东修，应该前几天加入的嘛，还没有下哈达那些，这应该不用吧，太小了。蓝队有点少，他跳得很好的，他自己还编舞。当然我说还有在前锋那边，有他自己编舞有几首歌曲吧，好像。
口都来了。西饶河那查西拉湖，看永春他们3个是最好的。给他走路配得可以，不能在里面哈，他想这个说不定不是做青海的吗？都来了啊！又全是小朋友了。对，冬天的时候小朋友最多了，就放假了嘛，又开始放假了嘛。啊，冬天今天又放假了嘛，小朋友。啊，对啊，要往放假，小朋友就多。是不是这个里面不能录小孩？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国外我不少。抖音就不行，抖音里面小朋友就不行。对。就
这有点像曲轴儿，这是雍正的表姐。他们是两个亲姊妹、亲姐妹。穿前面那个粉色的那个叫江阳王母，这个就是单人母。这个是上巴西，前面是冈纳措，这个是瑶瑶，这个是丽丽、雍座儿，这个叫啥？一下搞忘了。特别是洗澡那个扎西拉姆，叫啥名字啊？我叫啥呀？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短路了。扎西、秋季、嘎东秀现在加入团队了。然后是吴京，他那个朋友他是跟他去青海去了，没有去啊，都去啥？去玩去了。老福。嘎东秀才14岁，应该是团队最小的一个。登真好像好久没来了，登真18岁，应该19了吧，19岁了。登之回老家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小罗应该明后天就回来了吧？应该今天应该就回来了吧？他们说要这2天，这2天要回来吗？阿布，这个是吴修，吴京，我后面那个哥哥是不知道是谁。这个好像昨天晚上给那个瑞和兰兰他们跳的。后面是上巴西，然后双蛋错、雍二，然后是江阳王母，这个是冈纳错，啊，这个是这个是雍二的表姐，单人母后面是瑶瑶、丽丽、雍错儿、夏母，然后那个不认识，这我们认识的时候不是他名字，天天见。
你在中间跳。后面还有几个谁啊？这是嘎隆修，男队员多了一个就是他，不过他也是最小的。哎，咋去吃正常菜了呀？
是现在邻里好久没来了，豆儿回家了，豆儿要9月中旬才回来。他在那边，他家里面开酒店嘛，在忙那个。我在看着这个看看人家的钞票啊！几点钟？哇，快！还有播放音乐吗？谁见证了背诵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一度拉左右，把公扎一个梦，
这一冬拉走哟。天给里边就呢，迎着的拉桥松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个小喇嘛哟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个小喇嘛哟，一个梦，这个小喇嘛哟。每多弄那轻松，把公扎一个梦，每多在那去，把公扎一个梦，每多在那去，除了呀公鸡家不，天边有那祖宗。一个梦，天边进来悠悠，跟我扎一个梦，天边进来悠悠，所呀啦吧跟我扎一个梦，天边进来悠悠，所呀啦吧跟我扎一。
继续放，一直放，一直跳。旋钩转。不认识，那口罩不认识。
啊，我调的好我哦，们是牛圈儿，不香。我是牛角胖的。不是啊。认得不？不认识，反正也不是温柔，也不是牛圈儿，不认识。啊，完了。别戴口罩，戴口罩不一定给你名字哦。那专门戴口罩的肯定是找你。有点像朗博吧，那不是。不是拉布完美那个叫，拉布还没回到还没有到成都。这啥？影座跑后面来的吗？哎，影座戴个眼镜儿，跑到后边去了。他穿那么厚的衣服啊，不热吗？不全是死汉。
没有照就不想别的。你穿的不热呀？穿长袖了吗？我今天跳了，回去6、7天。哎，要回家了。参加婚礼。哦，今天拉错他们参加婚礼啊？啊。拉错他们，拉错去那儿没在里头参加婚礼。对。小芝麻的婚礼。耍个5、6天下来。那要凉快了嘛？他明天又回去赶礼去了。不是买辆车，买辆车的应该会，买辆车的我觉得他的物资有点小嘛，但买辆车没这么矮呀。是庆阳宫那个，也不像。等会儿去问吧，有点跳舞。休息又出来了。没事，继续跳。换那个音响没电了。那个连接没得。接触的问题。我是不是？没电了，不是有个。为啥声音都不正常了嘛？是没电了吗？他那个连接错误。没事，有声音就把你完了嘛。德国的美女。德国的。德国的高速太多了。德国的卓玛。反正都是卓玛。我问了。他反正都跟你说是卓玛。来的。哦，卓玛，德国卓玛，德国的卓玛。德国的一大堆都德国的。德国的卓玛。
别随便做起人呀，别随便做起人呀。天也下呀，得着那张子你下呀，就该就那就也去，别朝阳别看这里呀，别朝阳别看这里呀。哎，对，结束了吧？因为新的还给那个男的肉给。他们的一个。有可能是他的新歌，他编的歌。这个不是那个，这个刚刚修的这个。14岁，他家里头就他们家住了。我看他家进去了，但是他已经入队了。啊，已经入了。回来他才14岁了吧？14岁，14岁哦。这不生肖跳跳你的吗？跳你的吗？跳一个。哦，我跳个独3段都有。谁？你要跳个独舞是吧？跳个小舞手的。来，欢迎战士。跳独舞。什么有吗？还是没有啊？我这个吹。哦，你吹会吹呢？跳个独舞吗？买了一个，今天买了新的。见狗狗都不怕。今天洗澡，美女带上。洗得勤。每周洗一次。你吹一下。清灰的。2块哦。小妹妹，你不上学的？要放假了。不上的放假。明年考试。那个走了吗？我要找他嘞，他不在了吧？你们考试是好久啊？考试有吗？考试考完了吗？还没有啊，26、
27吧。哦，开完了2个月底。放假。哦。你说不进去青海了嘛？他都没走啊。还是家了啊？搬房子而已嘛，很正常。没搬家了。哦，我以为他去青海了嘛。都没去青海。他搬这儿。哦，对啊，就这边近 A 区嘛。他和拉图他们住在一起了。拉出在那边的嘛，拉出在那边去了。哦，对，那个省医院、妇科医院。我先问了拉图，他是这样的，他说没喊不清楚的，没喊不清楚的。他说他们住的不对。哦，所以他找2个营业员，估计有点跑去耍。估计跑去路上去看一下耍。我在他路上耍哈。哎，他没一起耍，没有。How are you? 嘎龙修。哎，那个鱼还是不在了嘞，跑了，应该不在了，没看到它嘞。跑不在了。